南投德山高中最近是因為國家人權博物館的資源來辦一個人權故事展，希望會當進一步來培養學生囡仔對人權議題思考。伊無想要讓別人知影講，因爸因為這種代志向掠伊。學生用台語講台灣白色恐怖的時陣，政治受害者的家屬遭受到的痛苦甲心內壓力。這場展覽是在南投德山高中內底。學校引進國家人權博物館的資源，展出20位政治受害者因的家屬的故事，由校內的學生吸收消化這段歷史來導覽。不管是導覽，還是來看展覽的學生啊，攏有學到真多。看遮個人的故事，你就會發現講遐個時代背景是安怎的。啊，其實佇這個白色恐怖迄時陣，我佇課本看到，我是無啥物概念的。這對我來講，就是一個補充啊。啊，我嘛希望講，我以後嘛有較儕機會當去接觸這個物件。親像這個，因為大家就安尼甲伊嫌棄，就啊講個劉秀娥女士伊是破格，啊，迄個劉秀嬌女士因兜的人就較無共，因為大家就互相鬥相共安尼，人甲人的溫度就是較重要的。校長除了肯定學生主動來學習這段台灣歷史的精神，嘛認為無分年紀，攏應該認捌台灣的過去。啊，伊佇迄個年代應該是用好好受教育，啊有該吼為國家來奉獻。啊，但是吼，我就想着講，敢若家己的查某囝吼去受到安尼壓迫吼，所以我感覺吼足唔甘的。你的感受，你的感覺，甲寫起來，然後甲彈落，那是有這個後線，就是在承接住大家這種情緒啊嘞。學生嘛用少年人的創意，請來看展覽的人，寫落來大家感受。德山國中希望透過展覽，讓學生當了解咱的歷史，嘛毋望少年會當珍惜即馬的生活，和即馬台灣珍貴的自由和民主。記者安秀南投報道。